但是國際龍舟錦標賽是台南重要年度體育甲節慶盛事。今年比賽除了幾個國內選手，更有來自烏克蘭、西班牙以及墨西哥等163支隊伍，4057名選手報名參賽，創下歷年新高。市長委託立委陳廷輝也特別在運河邊的轉播台接受訪問，向國人大眾介紹台南。我們台南是一個文化古都，也是宗教城市。來這邊拜個廟，來這邊走到我們運河的河岸中間，看看龍舟賽，那吃美食，或者是到其他的景點，都是非常適當的。最重要，台南也是一個高科技城市，我們有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最新穎的半導體高科技城市，能夠并行不悖相處。都非常融洽，所以呢，歡迎大家來到台南，不管你來這邊玩，或甚至來這邊定居就業，通通歡迎哦。從賴清德市長到黃偉哲市長，其實我們一直在打的就是聽台南台南隊。我相信聽台南隊每一個地方都非常的響亮，從國際每一個地方，所以我們在努力的就是我們不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我們要把所有雞蛋分散在不同國家，讓他們看到我们台南的光跟熱。等待尾聲，這是由即將成真火舞團攜手曾經踏上英國大人秀舞台表演者楊利威演出100年時空吻合，以火舞藝術結合音樂節奏，呈現李甲米交界舞台魅力，為龍舟開幕之夜畫下完美的句點。但是新聞中，採訪報道。